山长面线炒豆腐啊，过天妇啦，冬啊米糕米粉汤，肉粽肉圆素心汤。骨势都好诶呢，哇，对对对。你下摆会开工着，若是以后若无多唱歌，咱就来做庙公啊。画庙偌好谈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冯恰恰。我请唔通停，我好调整我的心情。是啦，感谢咱全球的华人收看咱上较有水准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个好看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厝边蹦恰恰。感谢，今日小可呢烦恼啦。哎呦，烦恼原因念伊，再甲大家报告一下哈。有欢喜嘛是有烦恼啦吼。哎呦。欢喜的是讲咧，今仔日来宾呐，一坐入去了，甲咱平均的年龄拢降低啊。哎呦，平常时拢互你看累着啦。哦，你豆腐啊，少年的呀，你爱看迄边嘛？我就是少年，安怎这边安怎？无啦，爱看迄边啦。冇烦恼的啦吼。哎呦，烦恼是讲咧，有当时囡仔，什么少年人出唱片吼，有当时听无因咧唱啥货。可比讲咧，这字啊，这咱就讲过嘛。伊读做夯字吼，其实伊唔是嘛，伊是牙嘛，咱就讲过啊吼。有一暝我咧开车经过这个和平东路，我迄规个路中拢插迄个选举的竞选的旗啊。我停喺路边看迄三字看真久。这三字是什么物件？这三字咧，好调，好调啦，好调啦，好调啦。我想几步讲好调啦。现在都爱好调的几号安尼啦？讲我袂讲这正经的代志。好调啦。老师这边啊，这是艺术创作尊重啊。但是伊安尼我感觉伊袂歹呢，伊引起大家讲，哎呦，这是写的是什么？这个字啊，你会去注意啊。嘿，去注意到，讲过效果就出来啊。好调啦，真正有创意。对啊，重点是有调无咧，嘿。无调，加一创意拢无啦。我袂记啊，有调无调无啦，我是唔知影啦。介绍咱现场上届状元人物，台语文的专家陈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台语创作好内容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说得好，创作台语的好内容。是，其实台语歌真歹写。是啊。甚至你莫看你后壁这个阿婉啊，伊是你这个舞台剧的导演呢，你看下。失敬，我嘛是失敬，失敬你老啊，失敬，我查字唔查足济嘛，失敬。你有做过合唱团无？合唱团，我拢讲乐团的，合唱团是足久。合唱团超3、10年前开始合唱团，合唱团，讲笑的时阵啊，我嘛惊一个。名牌拢互你惊一个。合唱团。好咩，乐团都乐团咩。无啦，那个乐团吼，较老讲吼，阮即摆拢讲 band 啊 band， 哦，你输。BAND， 师傅袂晓做 band 呢。会使，你是诵经团嘛？喺网络顶管你甲查伊片，真正有咧念经诶，出者。跟我翻管啊。不要紧啊，无得加条就好。内底是安尼啦吼，真正经吼，安尼囥安尼来念落啦，讲啊哈。
大肠面线炒豆腐啊，锅天妇啦，冬啊米糕米粉汤，肉粽肉圆素心汤，真好食。这也是较近，一路花园，一路花园，食错食足饱，好请回请回，两位好，哎，胖哥，恁两个是啥物？迄阮两个是草盾囡仔，草盾囡仔，伊是阿枪，伊是初玉，初玉，嘿，初玉。哎，恁两个有累过无？一开始就多安尼啊。阮两个有累过，甲正式开始的时阵拢会无共。是草盾囡仔，草盾囡仔，草盾，草盾。所以你的名叫草盾囡仔，还是草盾囡仔？这我就清楚哦。哦，阮若是粉丝拢安尼甲阮讲，阮拢叫草屯囡仔。哦，中文台语安尼。啊，所以是草盾囡仔。嘿，草屯囡仔。老师，有啥物音乐对？应该是草盾。草盾。第三条唔对，唔过你老表坑囡仔边爱草盾囡仔。哦，这第三条变第二条。这盾吼，话复杂你知影？有墩的，白沙墩，嘿，台中是南墩，哎，你是草盾，173条拄啊好，墩安尼。哎呦，墩，安尼你介绍伊介绍你先介绍伊。好，阿枪，台语好来专程台语介绍。阿枪是我的团员呐，阮共款拢住草屯。嘿，然后阿昌住林爱街，我住博爱路。几号免讲啦，大概是迄个所在啦。然后阮两个是算是较早国小的时阵是棒球队熟识的。对。嘿，我是学长啊，伊是学弟啊。对。你看，伊囡仔人个快点学长啊，学长啊，学长爱较大咧。学长，学弟啊。哦，我是学长，伊是学弟啊。是。然后尾啊，国中了，阮就拢无联络啊。阮是到高中的时阵，翘课，阮就是无去读册。专程讲台语咧。哦，专程讲台语哦，无读册，无去读册，然后伫弄球间去拄着。哎呦，对，阮两个走去弄球啊去拄着。啊，就是有开讲啊，就讲，啊，你有咧做歌，我嘛有咧做歌，啊，无咱要做伙做无安尼。但是阮打开始的时阵吼，衫拢无成啊。我唱我的，伊唱伊的啊，无像即马安尼较成一个团体。嘿，你介绍伊，你安尼介绍恁，伊个人、伊个性啦，伊安怎，你尽量啊。真的吗？没啊，伊还好啦。是真正还好啦。阮3年前，阮才改线头8改，一年有改线8改。因为伊吗？无，阮做歌的关系。伊做坚持的，伊是迄金牛的。金牛的有无？金牛的有无？金牛的，嘿，金牛啦，金牛座。伊较迄钻牛角尖咩讲啊？较想方式，较安尼。坚持，伤坚持啊啦！伊迄个伤坚持，会透袂开啦。所以有时阵。什么透袂开？倒位透袂开？迄个夹啦！你莫搁讲出去好无？迄个夹透袂开啦！哎呀，伊何不做过互你上感动的代志？上感动的代志哦，有一当我生日。有一当你的生日安怎？啊，迄阵我做兵，我做4当兵。你是啊？你职业的哦？嘿，我做职业。我刀兵用掠着。无，我算是刀兵用掠着叫我甲3两年啊。我算是做兵前较无木秀啦，工课拢无一定啦。啊，我是想讲啦。就这做兵啊来稳定咱家己嘛，改变一下。对，啊，拄好入去做4当兵，啊，拄好有一个生日的时阵，啊，迄阵因为咱入去做兵拢绑伫内底嘛，咱生日嘛无法度庆祝啊。阿枪就叫足侪人翕影片，啊，然后就互我看，足侪人甲我祝福的安尼，我就感觉足感动的。真简单哦。我迄感动朋友甲朋友，迄感动是一个小可代志。朋友尔吗？还是有其他的关系？无，这个叫着。无啦。这马仔搁上头版啊！我白讲诶，我白讲。是啊，这一世人好朋友啊。但是咱那是每一个团体哦，当时会画线就线，画安怎就安怎。但是目前阮是因为讲真诶，阮拢有目标。对。因为阮感觉吼，阮就是全部拢创作台语者啊，阮就感觉讲，阮做即块就是爱做甲人至少讲咧台语诶老舍即块。
会去知影讲哦有草屯囡仔。对，通无咱也有一个目标嘛。对，阿聪阿枪，阿聪啊，阿聪啊，聪哦，阿聪，应该是恁老爸爱看《三国演义》是毋是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名读文音聪，聪是鼻音吗？所以应该我讲恁老爸可能是看《三国演义》哦，看啊拄我号名时阵，明修栈道吼，暗度陈仓，暗度陈仓，暗度陈聪阿聪，阿聪啊，名江主人啊，你免那叫阮尊重，好，互你参考啦。这你本名吗？哎，对，这本名好，啊你介绍伊。出狱吗？啊？楚玉、苏玉拢会使，苏玉嘛会使啊中苏嘛，中楚、中苏拢会使。嘿啊，我伫外口熟识朋友，我拢是甲大家讲叫我苏的就好啊。我感觉苏嘛，我就直接还苏安尼你。本名吗？唔通啦，唔通哦。哎，本名你即摆要拍拼，你卡袂到就输吼，爱赢，唔通输。继续。哦，伊身躯还有赤字，来，并做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哦，这水哦，呢，恰灵恰风，恰风，无零嘛，无风啊。你赤规身躯哦。嘿一包手，这算是进前有嘛有去做田啊，安尼较袂晒着日啊。敢是做田，嘿，做田，应该就做三字的咯。做兄弟，无，毋是兄田，这甲兄弟斗兄茶的。有，安尼个性无好有啦，伊就是对庙会这地足熟悉的。哎呦，伊是庙会人，自细汉就开始跳奖，嘿，跳到大汉，即马搁咧跳，我为替妈祖婆服务。嘿国小6年啊，落咧画面跳奖啊。安尼哦，所以你打7000。就是嘿，着迄叫三步站，阮跳迄叫观众秀嘛。观众秀迄个叫三步我站。表演一个，耶！来，哦，酷势都好大概是安尼。对。你会起价无？袂起价无法度的。使来一只好神啊！你真好神喂！铁西宫，我童年拢拍开啊，我拢有咧看，嘿，阮拢有咧看一。切好到阵的，你两个即摆拢算阮的队员啦。哎，拍野球的精神领袖。我都50几个吼，这新人入来两个真好，第一摆入来就新换。迄粒心无着，真正，你老气对不对？我肯定对不对？你好慢呢啦！你了解我是我想要赢韩国呢？啊，迄个球牵起伊安尼，讲一个接着安尼，二垒顶悬安尼，安尼尔，安尼你会落去。没啦，我对日本第一支安打我拍的。你话就会输啊！你敢咱老迄粒迄叫公高分？这是皮，是要哪平呢？这但是我袂甲你算的呢。我拍谁啦？这是皮，我怀疑你韩国派来的。哇！这是皮。你好欢喜啊！我做欢喜拢无我的代志，我伫边仔加油尔。我都足大的。买国际赛啦，国际赛当然是台湾甲韩国哦，迄大家拢想要一定要赢的。对。明年啊，今年我透顿。最近拢一直咧训练，拢无啥歌，一直训练。无啥我的代志来讲，头先咧甲你注意啊，你讲出来。你有女朋友？有。唔免应遐紧。哦，啊无，嘿，无，是啊讲有啊讲无。做艺人，咱伫电视顶悬就一概无承认。哦，无，哎无，嘿，今仔日无，嘿无。有女朋友无？我准备要娶。准备要娶，你试看好啊？真系假啦？无啦，假的啦。啊，你拍算要娶啦，拍算要娶我会惊哦。你即摆放贴吧就透动啊！嘿，棒球队就偌济人啊，50几个。收红包钱啊！嘿啊，3600以下拢甲退了。过来，安尼哪会使歹势死？你敢知迄件代志？我操！哦，背偌大个。你笑看你嘛是啥物事？彭哥讲，伫电视顶知就无一定爱讲知你，唔知。阮大人温暖。大人的温暖。老师啊，今仔日台语听到啊呐。我感觉因这两个少年哦，比咱以前录的迄个
较好呢。嗯，表示咱咧推动台语哦有效果啊啦。对，台语这里啊，开始考台语啦，吼。哎来，好，我即马念华语，你翻做台语。好，这最简单啊，最简单吗。我说武林啊，我讲武林，对，嘛就对哦，对。我说树林啊，我讲树哪树，你是去配合你是要讲地名，还是要讲迄个所在？这共款嘛？拢会使吧你是要讲做一树啊？树哪甲树哪，毋是共款共音？港音吗？咁音嘛，对啊，系啊，啊，我讲树哪，拢会使嘛啊。哪，在对你哈。我说律师啊，我讲历史，律师，像你啊，你捌去法院无？捌啦，捌红过无？毋捌，啊，你有请律师无？律师无，毋捌拄过遐严重的啊。所以你对我念唔对的。哦，律师，老师，律师，律师，法律，法律，律师。律师，我说律师啊，我讲律师，不是律师，律律来的律师，我说律师啊，我讲律师，哎，我说师傅啊，我说师傅，师傅，这个问题来啊，这傅是另外这个这叫师傅，啊那迄叫做师傅，师傅，对，这是师傅，师傅，哦，东破西的师傅啊，无问题，好来，我说司令啊，我讲树林，对啊，哎，无做兵反咱司令，嗯，好来，我说施工，塞工，施工，施工嘛，塞工吗？卖惊啦，卖惊啦，真的哦，塞工，哦，叫施工哦，施工不然西公是分红头甲乌头的，后迄叫西公啦。头想讲吼，黄庭辉应该叫碰个叫西祖啦，唔通叫西公，安尼误解。哦所以是西祖碰个是西祖，唔是西公，西公是嗷。对啦，嘿好来，我说小说啊，小说不要讲，小水，小算，小说啦，哦，小说知影哦。来，我说解说啊，我讲解水，哎，该水。解水，我说行动，我讲行动，我说震动，我讲震动，我说苍天呐，我讲冲天，碰个，迄头应该是叮当啦，叮当，叮当，震动是叮当，伊是行动，还是叮当，叮当，所以变做有一个文音一个鼻音安尼。哦对在对对对取代后面的，哎，行动叮当。叮当，叮当，叮当叮当，叮当， OK，哦，好。我说苍天呐，我讲冲天，我说冬天呐，我讲冬天，哦，一个天，一个天，无共款啦吼。所以大家为这个音，就是文音甲鼻音就无共款啦。我说医生啊，我讲医生，哎，这个我说先生啊，我讲先生，先生。我说树木，我讲树木，所以我说账目。我讲小目，哎呦，你哪会晓？小目，对，我当作也唔对。对啊，这足侪大人拢嘛袂晓啊。系啊，无啊，因伊为是数目是文音，两个拢文音，啊，笑目是你咧欢笑是毋是？嘿，无，伊较早拢定咧对笑啦。我以前做灯店的，啊，袂唱歌之前做灯店，你开真生哦。无我人请的，正常的，无人请的，伫我检查手表是真的啊假的啊，迄种的。哎呦笑目，嘿笑目哎，这少年人安就袂歹啊。对啊对啊厉害来，我说内容啊，我讲内容，我说内行啊，我讲内行，哎，内容，内行，碰哥有，伊个内容吼，内容即马拢会使啊。想讲内政部嘛当讲内政部，嘿，所以即马有时话音会当通啊。通用啊啦吼。嘿，哎，我说凉亭啊，我讲凉亭，我说凉伞，我讲牛线，来这个问题啊，对啊，人个顶头因为牛线，嘿牛山，哎，牛线，哦迄马祖步马祖步对啊迄个，好是伊才知呢，你也知哦。无有时拢会对出去啊，对走顶头啊，去送槟榔啊、酒啊，
你老讲送凉水咯，送凉水，你免大人拢讲。你讲上一挂水那个，哎，凉安尼水讲较接地气啊。哦，好啦好啦。这得亏，哎呦，接地气哦。 OK。我说作家，我讲作家，作家，作家。我说管家，我讲管家，我说西方，我讲西方。我说秘方，我讲蜜蜂，避风。哎呀，这我就唔对啦。哎，差小可尔啦，我即嘛完全当了解，恁两个真正是会使作为当机甲倒头的，哦，特动。所以即嘛嘛了解讲，你有食薰，我食槟榔。我食薰，伊食槟榔。一人一项较看起来较袂晓歹。迄个人咧炸邯郸咧，捌去试过嘛？我唔敢。毋是拢顶管无清。迄话无，因为因迄咧讲话吼，有时啊咱拢听无。譬如讲，咱即摆若要去你迄邯郸桥顶悬的时阵啊，你是毋是咱碰过讲第一届去你嘛？我就会甲边仔的遐炮手就讲，碰过第一届啊，逐个小甲阮照顾一下。哦，因的照顾就是一直甲你牵，伊甲你吹，所以迄你咧甲伊讲沟通，毋知咩啦沟通，迄真危险，我都毋敢去啊。照顾就讲跑啊，甲伊牵去身躯，甲伊牵到准就对。嘿，就是会牵愈济，因的就是因讲的特别照顾。我感我会用去挑伫牵较边仔咧。会啊，嘛是会使啊，系啊，但是迄有诶跑啊诚济咯。就为你的身躯落啊，迄拢会烫伤。迄有诶塑胶的拢会直接皮肤头顶。就是爱看跑啊，因迄专业拢会分跑啊。迄有诶跑啊，外口拢有一层迄塑胶膜啊，有无？迄你若高温的时阵，伊迄搭伫皮肤就黏掉的啊。哇！诶，咱今仔算有会使了解真侪民俗的代志。对。我邯郸爷，我安你也开溜皮呢。嘿，溜皮，我足严重呢。对。所以你下摆会开工对。应该是用管呐，苏林管呐。真的假？我有白问的呢。我即马就有用管呐。因为迄就是一个信用嘛，我拜公职尊王嘛。然后我是希望讲身躯的朋友会使甲我做伙拜。单纯的。所以你将来一定要做庙公。那系啊，那是以后若无多唱歌，咱就来做庙公啊。画庙也好读。呀。所以草屯囡仔无红嘛无要紧吼。小看红一个嘛会使啦。好来，俗语讲了好。这个大鼻孔高中呢，每一年拢有足侪学生考到足好的大学。毋过呢，这几年啊，学生的成绩渐渐无考无好安尼，批主任嘛，甲各科的老师都足烦恼的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咱来个继续看落去。对，咱校的成绩较奇怪，进前啊几年啊成绩考到大学的比例都足悬啊，即马学生啊成绩愈来愈歹咧。恁遮老师感觉咱校的这个教学的方向是有啥物款的问题？安尼我先讲好啦，主任我是教迄。资讯管理的，吼讲啥？资讯管理啊，靠资讯的啊。讲你囡仔无自信，你教有自信。资讯管理就是爱电脑的代志，拢是我咧教的。所以吼，你教伊用电脑滚土豆呀？你莫咧讲哦，有当时啊要紧红哦，用电脑紧哦，嘛是足够的。莫讲迄，我是讲吼，迄电脑上重要是讲，即摆学生啊，迄教育的方式爱改一下，爱较活泼的，爱有互因有迄种创造力，也是爱有迄做些变化的，爱做活泼的啦。所以我想讲吼，咱即摆学校是毋是会当有迄网络来教育？安尼，互学生嘛会当伫咧像咧看手机啊，安尼咧点一下哦，嘛当交作业啊，安尼上课啊，安尼啊。这开钱呢，我煞唔知。无要紧啊，这钱开落，安尼学生会较有听到。你领薪水，你当然嘛不要紧。主任啊，我咧教英语啦吼，毋过吼，我就感觉。You teach English? Yeah. English teacher? I'm an English teacher. Oh my God. How about English? Huh? How about English teacher? My English is so good, and I can teach English. So, yeah, you know that. So, where are you from? 嘉义。嘉义, okay.嘉义is a very good place.
Thank you. And go ahead. And my student, you know, Yeah. they are very. 这是第二代。 OK，你唔是跟我讲英语？哦，我的学生哦，伊咯足无专心的啦。你知影因咧创啥无？创啥我咧上课，因拢入面，伊拢伫下骹咧写情批啦，啊，谈恋爱啦，哎安尼啦，我是感觉吼，这咱英语啊结合迄戏剧，哦可以用英语来演戏。哦，安尼较有趣味啦，才袂无聊，哎呦才会专心。你袂歹哦，用英语的戏剧，互你演对对戏剧产生兴趣了，学英语，对对，袂歹。对你建议上好。袂歹袂歹，主任，我甲你报告吼，我是感觉吼，咱学校的学生吼，即站愈来愈无精神啊。我感觉吼，爱甲我永存伫军校迄套吼搬出来，用伫咱学校。我是建议吼，对后礼拜开始吼，咱着逐工透早上课的时阵先走5000啦哦。哦，下课之前搁走5000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是无啦，这个做研究，你走5000来，就忝着搁困尔。袂啦袂啦，无这研究，早早精神给我好诶。我有一工去遐顺咧，教室安尼顺，我看一间，哎呀，咧庆烟啊！青年会烧哟，我咪讲是讲火烧了，我是讲要敲电话，毋是啦，第一教室嘅主会哥，这咸啦，安尼都班的这啦，咸啦，继续安落去就袂用嘅。哇你到时咧煮火锅啦，使咱有福利时啊，会使去买便当啊，你爱煮火锅。较无叫我去食啦。喂，这问题大家拢提出来研究啦。哦，当然都会听各位老师的意见以外，我嘛是约几个学生啊吼，来听我学生啊对校有啥物款的建议。安尼啦。哦，真好真好。主任，你讲了对，我今日嘛有特别安排几个学生来，要叫你面会。要几要交啊？你叫我面会时，我咧用关哦。要教你面，面单，个你面会是面会，想，你面会是想敲电话哦？要来这有铁窗啊无？哦，你教官啊安尼啊？喂，来，咱头一位来，阿玉啊，来，阿玉，同学来，请坐，哎，助理好，各位老师好。哎，有礼貌乖啦，有礼貌，真好真好啊，。来，查甫囡仔叫阿叫啊，是吧？嘛唔知阮阿公好诶，哟，系啊，啊，你是目睭安怎你有过瘾嘛？小我白来从这边出，不，你安尼我其实叫你来选啦，唔管你最近你家己感觉有啥物问题无？啊？我最近伫班上无啥物问题，但是我个人的心情吼，拢愈来愈歹。哎呀，我本来平常时若无100嘛有99啊，哟，但是我即马。安尼哦，够臭屁安尼。我即摆上课，就算讲我足认真咧抄笔记啊是安那，我嘛是拢考7、8站呢。哎，怕安尼。哦，你这个说问题算有较严重啊！你一直拢是咱这班内底成绩上介好。对啊，最近安尼，你安尼无够认真哦。无啦，趁主任甲老师伫遮，我甲大家讲吼，我感觉应该是一寡咱班上的一寡歹学生啊，甲我影响。我甲恁讲，我上课我足乖的哦，我拢伫遐抄笔记哦。我边仔的同学咧食便当，后壁有咧耍手机啊。哇对啊，啊，就爱饲厝叫安尼，拢出一寡怪声，就足影响到我上课的情绪啊。哇，我感觉我应该是因为安尼较考无好。你这意见真好吼，我会交代恁迄个导师啊，特别注意这个代志吼。啊，你就尽量莫受到因影响，继续拍拼。好哎，啊，等你吹吹考考的。好，多谢主任。好。好，主任谢谢，老师谢谢。来，教练嘛，教练嘛。来后一位，阿聪来，阿聪，嘿，哎，阿聪啊，你爱好，加款。哎啊，啊你是买水无好哟，你行路太安尼啦。照我，阿聪哎啊，阿聪啊，啊你看到主任甲老师，你是通拍一下招呼的。主任，哎，老师，你乖乖害乖头的，乖，你是兄弟哦。无啦，唔是你叫阿什么？阿聪啊哟。阿聪啊，今仔日找你来这小开讲，就是因为讲要了解一下你这在校的状况是安怎哦。你高一日入来校，甲即摆考试，你敢知？你的成绩无一改及格，你敢？你什么反应啊？我都无介意读册啊，是大概读拢无及格，规矩莫读。哦，放学轻松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，拄则在阮在在讨论我看到恁咧学校内底、教室内底青年，还是煮火锅，是什么情形啊？火锅我摕啊，迄鼎
甲迄路啊，拢我准备的啊。哎就是你就是我。朱林咧问你话，你讲安尼滚床笑？无啦，高中生腹肚的腰拄咧大汉，传一下食物件，哪有啥物唔对？这囡仔咧要他读有这啊，所以伫咧学校你也无认真上课，炸鼎、炸火锅料来咧煮，等去厝佫无咧学习去煲槟榔，去站夜店，了。朱林嘛，这我无做啊，莫管住我辛苦我一届拄着你啊！喂，朱林，你家己学去啊？不，我迄工人家足欢喜的，安尼得。一般啦，我这种恋爱我拢知影啦。啊，哎呦，较注意咧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安尼食一免奈好啊，你即款来就是吼，猪肉无转袂出油啊。来，搁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啊，来，阿昌，来，阿昌，阿昌啊，哎呀，安怎啊？你看到主任甲老师甲教官啊，你是袂晓拍一下招呼的。主任，教官老师，变两摕一口来，哇，这好呢，我是看有炸来无？这学生我较太了解，就你个月甲即摆考试，毋捌即个级别，你敢知？我都无介意读册无哦，介意读册，哇，无介意读册，你就转学嘛，你学阮这要创什么话啊？啊，加上下个有力，迄个教师咧在咧庆典咧火锅，你管你班是咧创啥话？就我处理的，你处理的，大家拢会晓哦。你点规个鸡排摕来去教室煮？我嘛想啊，哎，讲就是啦，你讲对对。话个底啊，像你这个人，我怀疑你下课拢无等去厝，有啦，无，已经直接去迄个迄个哈，出去耍啊，嗯，拍七啦，哪人知？你刚刚对着你啊！主任你冇去啊？哎，你这款你有特点，伫咧学校无认真，等去厝也无认真咧学习，无管你成绩愈来愈无好，你这款就叫做猪头皮怎无油？拍拍过来，来，哇，这那拢是低啊，拢低啊！这个阿强的这个行为啦，吼，伫咧厝的也无咧学习，伫咧学校就已经无认真啊。嗰啲主任甲伊骂哦，你这叫做猪肉无转袂出油。第一句，第二句叫做猪头皮转无油。赞成第一句的俗语，听野手。哎呦，按我徛过来，你这边。徛过来。恁两个算共一团的，恁两个兼共一个，来你解释一下。这因为猪肉较有油啊。做无，猪头皮无油啊。你接咧。猪肉就是有料的，你若无甲煎，伊就是袂出油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咧形容讲，其实你是会晓读册的，但是你就是无认真，无认真，你若是认真，就是有转，嘿，转落出来出油，做啥？煎啊，也是煎啊，转。这是一种形容啦，就是讲伊无认真啦，伊若是真正认真，迄油会掉出来。了解。所以猪头皮转无油是恁三个讲的。我是感觉有一句应该最像这句的，牛看甲北京嘛是牛的感觉啊，我的感觉是安尼，因为猪头皮本早就无油啊，你安怎煎嘛是无油嘛，对，我的想法是安尼。我就讲猪尾转无油啊。老师，对你啊。第一句是讲猪肉无转袂出油，就像咱咧教囡仔嘛是共款啊，挂菜无白唔正长，啊囡仔无教就唔正人。哎呦，你看迄猪肉咱爱留落来，啊，搁去油鼎煎，迄是拢无好的环境呢。毋过就是因为你有料，啊有料就才有透都转油出来。所以有时候咱离校加减会拄着一寡学习拄着失败，毋过吼你有失败才会愈来愈厉害。所以有时候爱去学习，爱有料。有了才转有油，啊，另外一个是猪头皮转无油，因为现在少年袂晓想食了就唔正样啦，伊会甲乌脸白共款，啊，以后拢无要读书啊，啊，有时车很开就要想要困，啊，甚至来校煮火锅啦吼，我教这教30档，唔捌听过囡仔伫校煮火锅的，我实在嘛足厉害，所以来讲照这演出内底的内容，应该是碰主任吼，咧嫌这个学生囡仔吼，猪头皮转无油。好，所以两句拢甲猪有关系啦吼，了解其中的意思就好。谢谢老师拍拍。吟诗作文填出嚟，这首敢唔知要算诗，还是算歌，还是算词？
哦，伊刚是咧讲失恋时阵的代志。咱较早咧讲失恋都爱食金蕉皮，爱温火夫哦。哎呦，老师，咱年代是不是安尼？对吧？我原听头前失恋食金蕉皮，嘿，温火夫段我唔捌听过，你毋捌食过？唔捌。我拢食金蕉肉尔。重点是金蕉皮使食吗？蕉皮牛奶你毋捌食过？唔捌呢，金蕉皮使加牛奶有咧卖呢。唔捌，真正唔捌。哦，真正有一个涩涩，小可涩涩尔。哎呦，你等于补看卖啊咧。你们来我房间拢金蕉。喂，恁两个派一个代表，恁两个。是这念吗？我无明仔来念哦。失恋食金蕉皮无滋味，镜头抓袂着，无法度医。哎呦，再三困求，再三困求，月老才情丝。哦，唔通叫人啉酒该伤思。嘿，失恋是真见笑的代志。哎，等天暗无人看见的时，我要偷偷啊，甲等入无人教的歌。剪拍婆啊！搞咧，咱台语有希望啊！这优秀迄台第一个，厉害。就是呢，无老开啊！真正我甲你，哦，你有法度讲这失恋是真见笑的代志。这你读得出来已经是最恐怖的。我有时阵会看迄2点2点是啥物哦，无代志，件？看2点真厉害呢。我以前写歌的时阵会看2点2点呐，会去查啦。嘿，会去查。我感觉这恁会使摕去做迄个歌词，定了一遍。会使，而且我当炸弹。敢会使配几支啊金蕉嘞？请回。对，疯狂。哎，安尼就足准的啊！哦，厉害。大家起来好不好？嘿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节奏来哦。失恋食金蕉皮无滋味，嘿，镜头抓袂着，无法度医。哎，再三困求，月老才情丝。哎，唔通叫人啉酒该伤思。哎，失恋是真见笑的代志。水，等天暗无人看见的时，我要偷啊，甲等你无人看的后壁乱去。来，恁两个单独后壁这两句都。好，我要偷啊，甲等你无人教的果子。哎，水啦！咱来到这学着一字夯，伊的台语念作牙，唔知恁敢知？我今日学到一字哦，我平常是律师，我拢是讲律师，但是今日我学到的是，啊不，平常时我拢讲历史，但是我今日学到是律师，会安尼敢会伤好笑？袂哦，所以这是我今日的心得，我感觉真欢喜，谢谢。